評測質量好到抹晒嘴，昔日安裝要排隊。今日再嚟了解下雨斯特評測，佢嘅價錢係咪最具性價比嘅一條評測呢？隨住極核 AE4嘅到嚟啊，其實好多嘅粉絲咧都喺度揾緊 AE4嘅評測，控制喺佢嘅價錢喺800蚊左右咧，又冇咩得揀喎。咁因為大家都知啦，你而家好似網上嘅好多喺度講緊7075款啊咁，其實佢係7075款，而唔係材料用到7075。所以點解我一開頭就講雨斯特嘅質量好？因為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佢哋你而家個個喺度揾緊7075。其實係佢嘅款嘅評測嘅時候呢，雨斯特佢從來冇吹捧佢自己嘅材料，用嘅係7075，佢一直用緊嘅都係6061新國標。咁其實佢嘅硬度係會比你普通嗰啲咩所謂咩7075呢硬好多嘅。咁呢一隻評測呢，佢仲可以你裝圓口係可以，裝佢嘅叉口又得。嗱，呢個裝叉口又得，裝圓口又得。原叉可變嘅，而且即使佢呢個位置拉尖一點點，佢呢個位置咧仲有一個收孔位，即係你可以裝圓口叉口都冇問題嘅，好方便，而且價錢又靚。咁喺抖音商城都係賣緊800蚊左右嘅一條評測，你又會唔會支持雨斯特呢？